想喺加密世界賺錢，首先要安裝好 OKX App， 操作簡單，註冊就可以即刻開始投資。記得落下我個推薦碼，手續費即減20%，入金都超容易。OKX 支援多種貨幣同方式，幾分鐘就搞掂，方便快捷，唔怕錯過任何投資機會，新手都絕對無壓力。想搵機會，記得睇 OKX 入面嘅即時交易圖表，分析走勢，再決定出入市位，新手都可以輕鬆學識。記低，衍生品波動大，記得要做好風險管理。做衍生品交易， OKX 仲有交叉同續倉模式俾你揀，新手建議用續倉模式，可以幫你控制風險，唔會因為一單輸晒個倉，夠晒安全。進階少少可以玩槓桿，多至100倍，小本金都可以發大財。不過記住，高槓桿高風險，要量力而為，建議新手由低槓桿開始學習。落單都超簡單， OKX 嘅操作台一目了然，買賣入市一鍵完成，快速把握每個賺錢機會。想開始嘅即刻試下啦，記住用我個優惠碼，手續費再平啲。